来继续来到高雄的那马夏停班停课，今仔日已经是第8天，重要的连外道路拢断路，都亲像是孤岛，1600个居民进退无路。区长带一群人进入到山区，四界咧找找到替代的道路，要互怪手入去抢通。灾区的道路拢变做错漏的溪路，在地居民是惊险来载送物资。一下那个深度，看车子能不能过。清风满撩过错漏的溪水，水差不多到脚头遐悬，安尼脚甲手一定系大无啥会知，确定到底才敢慢慢啊行。像刚好有一个车子。高雄南马社区路拢断去啊，区长一行人伫边仔找代替弄路，验过这路拢互大水淹过，寸步难行。大雨落无停，每一条山路拢积水，沿路阁看到真侪大细粒石头，整个南马社变成孤岛。你走开，直直的就好了，不要进去了，直直的。车袂使正细致挖山边，因为要落山采买补给粮食，因为内底无物资啊，无饼袂使，人无材料出去，嘛无度入来，资源要安怎来，变成上要紧的代志。趁雨较回时，车队经过重重的关卡，赶紧入去。但车子有点卡住，然后我们再送。山路拢是落瓜梅，车搁捌卡掉的，袂顶袂动，真无简单，这台车才使行。下的雨量超过1900毫米，大概有1600位的族人无法进出对外联系。高雄山区变大雨，沿路的公路流长寸断。南马社区1600外居民，即马陷入无助甲绝望，即马只能仰望天公伯斗3工，互因赶紧回到正常的生活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